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Go Go Go》客家。民族今日來到東勢要到邊有一個農場，那邊個農場呢，種嘅長菜某些用嘅以外，觀眾朋友，如果你來到這裡的話呢，能夠來體驗農場的樂趣，親自來摘採青菜哦。然後安利出來的拜訪了到邊頭家。Hello， 老闆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哇，你在採這個寧印哦？對，寧印胡蘿蔔。聽說就是如果一般遊客來這邊的話，可以跟你們一起來感受一下種菜採菜的樂趣哦。差不多可以收成的時候，有沒有？我們跟他講說，哎，我們這邊農場在幹嘛？怎麼種菜的？那也會讓他們就是說，哎，一起來採收，就是深度的去認識一下我們就是在種什麼菜嘛，我們為什麼這個季節要種這種菜？那還有我們的培育方式是怎麼樣？那就大概再聊一下台灣的現在的農業的現況。都說得到隔行如隔山嘛，對啊。那如果就是大家其實平常都只是在吃青菜，其實對台灣農業並沒有太深入的了解這樣子，而且每個農場的經營方式都不一樣啊，對啊。那我們這樣子的話就比較傾向自然環境為伍這樣，所以你這邊看到全部都是雜草這樣子。對，然後一般的其他農場可能就不見得是這個樣子啊。對啊，那我們就是當然就是說來的人，大家就是說，哎，可以帶點東西回去嘛。我們為什麼這樣種？那我們怎麼去栽培這些作物？這樣，讓它這種東西要怎麼吃？這樣子哦，一些簡單的料理方式都會跟大家分享這樣子。真的，大致上是這種感覺。對啊。其實我們今天有一個任務在，要教觀眾朋友講客家話。你知道種菜的客家話怎麼說嗎？種菜。種菜，沒錯。然後呢，另外一個蔬菜你會說嗎？搶菜。搶菜。而且在這邊吃自己種的蔬菜更安心，對不對？錯。對啊，那這句話客家話該怎麼說呢？是自己種的搶菜更加安心。對，是自己種的搶菜更加安心。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們，今天呢，我們來到這個農場，你會發現現在越來越流行讓自己能夠親自去種、親自去摘，感受農村的樂趣了。當然了，我們認識了新的詞，一起來複習一遍吧。來看第一個詞就是種菜，種菜，種菜。第二個呢，來看到就是蔬菜，搶菜，搶菜。第三個來學到一整句話哦，來看到就是吃自己種的蔬菜更安心，食自家種嘅搶菜更加安心，食自家種嘅搶菜更加安心。你們都有學會了嗎？我們下次見嘍，拜拜。